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中華了解多一點》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嘅係由體操奇蹟到國家榮耀嘅李寧。喺中國體操史上邊有一個令人難以忘記嘅名，由奧運冠軍去到商業傳奇，佢唔單止創造出令世人驚嘆嘅體操奇蹟，贏得106個國內外嘅比賽金牌，當中包括14個世界冠軍，更加將個人嘅殊榮升華為國家榮耀。佢就係李寧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認識呢一位中國嘅體操王子。1963年，李寧喺廣西柳州出世，係中國體育史上最具影響力嘅其中一位體操運動員。佢喺一個普通嘅工人家庭入邊長大。7歲嘅時候進入柳州市業餘嘅體操隊，展現出非凡嘅運動天賦，亦都逐步走向專業體操嘅道路。1971年，8歲嘅李寧就被發掘進入咗廣西體操隊啦。後嚟入選國家隊，接受更嚴格嘅專業訓練。根據國家體委檔案顯示咧，李寧每日進行10小時嘅高強度訓練。15歲入選國家隊嘅時候，已經掌握當時體操界最高難度動作湯馬斯回旋。佢喺1982年世界體操錦標賽上邊一次過贏咗6面嘅金牌，體操王子呢個名銜就開始流傳。1984年嘅洛杉磯奧運會，李寧代表中國隊參賽，拎到3金2銀1銅嘅好成績，為中國體壇帶嚟咗好大嘅榮耀，振奮國人嘅心情之餘咧，亦都令世界開始關注中國體育嘅實力。佢創造出嚟嘅新動作李寧交叉，到今日仍然係體操評分嘅標準動作之一。可惜由於國家隊出現成員更替期，雖然李寧早已經有退役，但仍然帶傷出戰喺1988年漢城奧運會，而喺賽場上嘅失誤令佢飲恨獎牌。佢亦都喺呢一個奧運會之後帶住遺憾告別體壇。不過失意並冇打沉李寧，佢甚至接受新挑戰，轉換跑道，開啟人生嘅全新篇章。退役之後，李寧並唔係做返老本行，佢反而咧意識到自己嘅不足，決定通過進修提升自己。佢先後拎到北京大學法律學士學位，同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，增進自己嘅知識同埋管理能力，為日後嘅事業發展奠定基礎。1990年，佢創立咗自己嘅品牌李寧，成為中國最早嘅本土體育用品企業之一。李寧講到體操同埋做生意嘅分別，體操係要承載大家嘅期望，再由佢以本事去爭勝。但係做生意佢就話啦，唔係大家諗，可能係我諗，由佢去組織協調團隊，將自己嘅夢想變成現實，所以就覺得體操同埋做生意係反轉過嚟啦。喺呢一個佢形容係學習過程嘅情況下，佢憑住品牌代言、創新產品設計同埋體育賽事贊助，令到李寧品牌迅速崛起，成為中國體育用品市場嘅其中一個龍頭。就算成為咗生意人，李寧同以前一樣，將目光放得高，睇得遠。佢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曾經講到啦，希望將包括中國嘅品牌有機會行出國際。企業家其實最需要有夢想，去追夢嘅激情同埋勇氣。相信就係呢一種嘅精神，令到品牌今日成功立足於世界。2004年，品牌李寧喺香港上市。李寧自己甚至擁有另一個品牌非凡領域。李寧唔單止喺商業上成功，亦都積極參與公益事業。佢曾經參與成立中國運動員教育基金會，為年輕運動員提供獎學金同埋職業培訓。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咧，佢就帶領公司捐贈物資，亦都親自去到災區參與賑災嘅行動。另外喺2009年嘅10月，李寧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任命為反饑餓親善大使，呼籲全球關注貧困同埋糧食安全嘅問題。
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，李寧再一次登上世界嘅舞台，成為全球矚目嘅焦點。作為最後一棒嘅火炬手，見到李寧騰空而起，沿住投射出嚟嘅長雲光路飛行，最終點燃主火炬嘅嗰一刻，熊熊聖火照亮鳥巢，全場觀眾沸騰，國人大感激動。嗱，呢一個時刻唔單止標誌住北京奧運嘅巔峰時刻，更加令到李寧嘅傳奇再度升華。由1984年奧運賽場上嘅輝煌，到2008年點燃聖火嘅震撼時刻，佢嘅經歷成為無數中國人追逐夢想、超越自我嘅原動力。據開幕禮導演張藝謀回憶，當時已經45歲嘅李寧為咗萬無一失，每日凌晨3、4點秘密訓練，最終完成接近50米嘅高空飛天點火，成就經典場面。李寧嘅一生除咗係中國體育發展嘅一部分，佢嘅成功、佢嘅精神，足以啟發中國新一代嘅追夢之旅。好似李寧咁講，年輕人有自己嘅想法，無論想法係乜嘢都可以嘗試，但最後都係要靠自己揾到自己嘅位，唔係一定要做一個所謂成功人，最緊要係一個可以自立、可以自信、可以自強嘅人。征途之上忠於自己，其實咁已經係成功嘅一種。